安弟兄姊妹，感謝神啊！神嘅恩典，讓我哋能夠行得走得，有健康嘅身體，就要嚟到讚美我哋嘅主啊！咁我哋咧預備我哋嘅心啦，我哋將電話可以靠到呢個嘅震機啦，或者係飛行模式啊！我哋現在只係同上帝去直接嘅聯絡去親近。我哋預備我哋嘅心，我哋安靜或者我哋起身先應該話彼此嘅祝福下先我哋彼此嘅歡迎多謝我哋嚟到一齊嘅敬拜感謝主神嘅恩典與同在，係啦，喺神嘅愛裏邊。我哋嚟到一齊嘅聆聽主嘅話語，喺宣召經文係詩篇149篇第一節係啦。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阿門。我哋要一同嘅感恩嚟讚美耶和華。係啦，好點解我咁開心咧？因為咧能夠見到大家啦當然，跟住咧我哋又健康一陣咧我再分享少少，咁我哋一齊嘅祈禱。慈悲仁愛天父，感謝讚美你，多謝你嘅恩典，讓我哋能夠一同嘅嚟到你面前去敬拜。我哋咧奉聖父、聖子、聖靈名開始我哋崇拜。願你就喺我哋中間，願你嘅聖靈充滿我哋，願耶穌基督你嘅愛彰顯喺我哋中間，讓我哋知道咧回應主嘅大愛，讓我哋嘅歌唱不單係口嘅，係要心和嘅，口唱心和嚟到讚美你，我哋感謝你，讓你嘅聖靈充滿普天下眾教會，讓主嘅名喺普天下受當得嘅榮耀同埋崇拜。主多謝你，我哋感恩，我哋有健康，能夠嚟到面前敬拜你，亦都紀念身體軟弱嘅肢體，求主都醫治佢哋，讓佢哋都快快康復，同我哋一樣嘅一齊嚟到親近你。多謝主，有祝我台上台下嘅每位弟兄姊妹喺樓上嘅兒童主日學導師兒童都幫助佢哋喺神嘅恩典當中，喺真理裏邊，喺主嘅愛裏邊去成長。求主祝福每一位嘅兒童，每一位嘅孩子。多謝神，垂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唔該，敬拜隊帶領我哋敬拜。恩典，我哋能夠嚟到殿裏邊去到一齊嘅敬拜佢。我哋咧，讓我哋去到用我哋嘅聲音用我哋嘅口嚟到去讚美我哋嘅主。世
我哋嘅心靈去讓我哋嘅聲音帶到神嘅面前。無論你聽過未聽過，我哋唱多兩次嘅咯喎。咁啊，我相信都係好容易 pick up 嘅一首詩歌嚟嘅，讓我哋去到拍掌，去到敬拜我哋嘅主啊！耶穌基督，你喺十字架上面嘅大愛，主多謝你，耶穌基督嘅名。耶穌捨身十架，主你為我犧牲，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你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學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我主你心的愛，你為我的過犯，撇下榮耀尊貴，當下捨身拯救，十架犧牲的愛，重罪已得潔淨。你是我光和權柄，尊貴屬你。捨身十架，主你為我犧牲，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耶穌捨身為我
屬你。加拉太書2章20節話：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讓我哋再用十架犧牲的愛呢首詩歌嚟到去敬拜我哋嘅主，去到將榮耀歸俾佢。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他赦免你一切。
去的人生远。天地宇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讓我哋用呢少少時間嚟到神嘅面前，去到獻上我哋嘅感恩，獻上我哋嘅讚美，因為佢嘅恩典係一生之久。讓我哋唔好忘記神嘅恩惠，我哋要時時去到稱頌，去到感謝佢為我哋喺十字架上面所做。讓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去到數算佢嘅恩典，去到獻上我哋嘅感恩讚美。我的心裡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致命福源。我的心裡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天地宇有何等的高，他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他是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亘古直到永遠。耶和華，他是我的神。天地宇有何等的高，他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他是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主，一生我哋要跟隨你，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請坐。阿們，感謝神，耶和華嘅愛環繞住我哋，佢慈愛永不改變喺我哋中間，而我哋現在都用感恩嘅心嚟到獻上神俾我哋嘅恩典，我哋嘅祝福。以下係奉獻嘅時間，我哋能夠將主賜俾我哋恩典，與更多人嚟到分享福音，分享主嘅愛。今日嘅奉獻同樣，除咗我哋嘅1/10我哋常費之外，我哋仍然嚟到為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嚟到奉獻同埋祈禱，讓主繼續加添佢哋力量。喺7月8月都係仍然有聖經班培訓、導師培訓宣教營，我哋都求主俾我哋智慧、體力、心力嚟到愛兒童，帶領佢哋信主，讓兒童們都喺主嘅愛真理裏邊去成長咁我哋請朱弟兄嚟到收奉獻同埋祈禱。預備好嘅可以出嚟。多謝主得以侍奉，所得金錢得以善用，奉主名求，阿門。好，今日感謝神啦！我哋嘅今日嘅聖經嘅讀經喺以弗所書。現在咧，我哋有一齊嘅經嘅時間，我哋一同嘅揭開我哋呢本聖經以弗所書喺我哋呢本聖經嘅266頁，266頁。咁我哋喺PPT 上面就寫錯咗係2章1至到10節，係啦，2章1至到10節嘅。喺我哋呢本聖經嘅266頁出死入生嘅呢個主題。好，第1節我哋一齊讀出嚟啊！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叛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着肉體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感謝神啊！今朝有我哋嘅雷傳道啦，喺我哋中間去證道。咁我介紹少少雷傳道即係
我認識一個傳道咧就係跑馬拉松嘅即係我今日趌下咧就知道咧，即係我為咗鍛鍊啦，追上佢啦，我希望有一日咁受咗傷但係咧呢個受傷咧係感恩嘅，因為我哋有鍛鍊先至有肌肉酸痛㗎嘛，係咪？咁今日將呢個時間去傳道係呢個嘅喺紅光堂嘅傳道人咁我上2個禮拜都去上個月都去佢哋嗰度講道，今日輪到佢嚟我哋呢度講道將時間交俾佢傳道。姊妹平安，先簡單介紹下自己我係咧7年前咧就同一個澳門嘅姊妹咧去結婚咗，所以咧就成為咗澳門女婿7年啦。咁咧嚟到澳門咧仲有好多嘅學習嘅，咁亦都感謝主啦，透過劉傳道嘅邀請嚟到當中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當我收到呢個邀請嘅時候咧，知道咧建中堂咧今年嘅年題係差傳教會。喜樂教會，咁咧，當我哋要去自己生命喜樂嘅時候咧，我哋要去到唔同地方宣講上帝話語嘅時候咧，我哋自己先要咧個生命去自潔啦。即係所以咧，我就揀選咗今日所讀嘅經文以弗所書2章1至10節去講，認為咧我們基督徒出死入生嘅目標，我哋自己生命咧先要去出死入生，即係咧用我哋基督教嘅講法咧，就係咧先要咧將我哋一啲救人嘅生命持續咧逐漸咧改為合乎神嘅心意嘅。而咧以上所讀嘅以弗所書2章1至10節嗰度描述咧，嗰度係點講係講到咧人嘅生命咧喺罪惡裏面係不斷去打滾嘅。但係慶幸今日我哋每一個咧可以領受到耶穌基督俾我哋救贖恩典嘅時候咧，將來咧係會與復活嘅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嘅。而當我哋得到咁崇高嘅恩待時候咧，我哋要知道得到上帝俾我哋嘅救贖，將來咧可以同耶穌基督一同喺天上咧，呢個係全是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嘅。以下咧就探討我哋咧基督徒出死入生嘅目標，去彼此勉勵。首先咧，第1至3節咧就提到啦，係指出人得救前嘅狀況嘅，呢度講出呢個狀況。跟住啦，第4至6節啦就提到啦，人得救嘅原因，點解可以得救嘅咧？接住啦，就第7節啦，就帶出啦，上帝拯救人嘅目標係有目標嘅，上帝對我哋嘅救贖係有個目標嘅。跟住咧8至9節啦。8至9節咧就講人獲得救贖恩典咧係源自上帝嘅。最後啦第10節啦就話啦，人得救後咧要活出上帝嘅善記住係活出上帝嘅善係上帝認為嘅。就正如福音書裏面咧描述耶穌向每一個跟隨者所講作鹽作光嘅教導。首先咧就第一部分啦，就講2章1至3節就提到啦，人得救前嘅狀況。第1節嘅上半係講人得救前嘅狀況咧係點樣啦？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驚唔驚啊？原來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即係咧每一個人咧領受基督耶穌救贖前嘅生命咧，係處於死亡啦，亦都喺罪惡裏面咧打滾度日㗎。而依處咧所指，你們死在過犯之中咧，係指世界上任何人係指世界上任何人係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呢種咁樣嘅講法咧，對於咧當時甚至乎而家啦，自以為聖潔嘅猶太人嚟講咧，好難接受㗎。猶太人好難接受，覺得自己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嘅。點解啊？最少包括以下2方面。首先，舊約時代，上帝主動向猶太人嘅創國之父亞伯拉罕立下呢個割禮呢個生命之約。
而後世嘅子孫咧，只要接受割禮呢個生命之約咧，猶太人咧就已經係屬於上帝揀選聖潔嘅子民㗎啦嘛，係咪？大家都知啦。其次啦，猶太人嘅摩西律法咧就提到啦，即係咧唯有外邦人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嘅。摩西已經提到啦，唯有咧外邦人係死喺過犯罪惡之中嘅。但係如今保羅竟然係講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即係咧無論猶太人，無論係外邦人喺領受基督耶穌救恩前嘅生命咧，同樣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嘅。呢種講法咧，大大衝擊住猶太人嘅信仰同埋佢哋嘅傳統，難怪佢哋唔願意，更難接受自己嘅生命咧係處於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啦。而事實上啦，人信主前嘅生命咧，處於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咧，唔單止衝擊住猶太人㗎，同樣衝擊好多人㗎。以往咧同人傳福音為例咧，當咧話同人去講人信耶穌前嘅生命咧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嘅時候咧，咁多數啲長者就會話比較激烈嘅回應：菜，我而家咪好地地咁樣同你傾緊偈咯，咩死啊後生仔，你唔好咒我喎。係啊，遇到啲長者就會咁樣回應啦，即係普遍人就話咩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啊。咁咧由此可見啦，人對聖經描述死嘅觀念咧係有好大嘅誤解啊，所以咧就稍為要清楚知道聖經對死嘅定義係咩啦。咁啊，好簡單咁樣回顧創世記2章1至16節啦，呢度就咁樣講啊。耶和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當時耶和華吩咐亞當，若然食咗個禁果就會死。而咧，當佢同妻子被蛇成功去誘惑咗啦，真係食咗上帝吩咐唔可以食嗰個禁果嘅時候咧，個結局係點啊？個結局咧只係被趕出伊甸園啫喎。之後呢對夫婦仲可以生兒養女嘅喎，甚至及後嘅創世記5章5節更加描述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由此可見啦，無論創世記2章12節描述人類嘅始祖亞當夫婦，佢哋背棄神而死嘅經歷，又或者今日所讀嘅以弗所書2章1節描述嘅死，並唔係話我哋嘅身體咧即時嘅死亡，而係咧講到咧人同上帝分隔，人同上帝冇關係嘅狀態。我哋嘅基督教俗語咧就稱之為靈性嘅死亡。我哋先定義咗咩係呢個聖經所知道嘅死，而以下啦嘅2至3節咧就提到人領受基督救贖前咧，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嘅生命咧係受住以下3股勢力所影響㗎。第一，今世嘅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係受住呢3股勢力嘅影響。第一係今世嘅風俗，係指咧現今社會各種不良嘅風氣啦。經常咧去渲染人離棄聖經真理啦，例如世界價值觀咧就會話，我哋咧要將啲事情咧做得夠好，做得夠熨貼先至抵錫，先至抵讚嘅。我哋要做得夠好，我哋先至有價值嘅，係咪？好熟㗎啦嘛。無論我哋細個俾啲父母教，或者我哋教啲仔女，你做得唔夠好就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啦。好容易就會用呢個世界觀。用呢個世界價值觀咧去對我哋嘅家人，但係咧聖經多處咧佢話俾我哋聽咧，即使我哋做得唔夠好，即使我哋傷害人，即使我哋離棄神，但係咧只要我哋願意去認罪、去悔改嘅時候，上帝仍然愛我哋嘅喎。聖經係咁多處咁樣講嘅喎。聖經嘅價值觀同我哋世界嘅價值觀咧係好唔同嘅。若然咧，基督徒咧隨波逐流咧，按照世俗嘅價值觀去生活嘅話咧，就會不知不覺咁樣離棄上帝，撇棄咗我哋嘅聖經嘅真理都唔知道。
原來咧，當我哋不知不覺咧去被世俗嘅事情去渲染嘅時候咧，就會去離棄上帝都唔知道。好多都係好中性㗎。工作完一日，返完學一日，睇下 YouTube 冇問題啦，輕鬆下。點不知個 YouTube 就成為咗自己生命嘅需要，將 YouTube 將唔同嘅短片去滿足自己空洞嘅心靈，而冇辦法去以上帝嘅話語填補自己空虛嘅心靈。但係唔緊要，所謂咧有得揀先至係老闆。弟兄姊妹，究竟我哋會企喺光明嘅上帝嗰邊，按照聖經嘅話語去生活啦，還是成日咧停留喺今世嘅風俗呢個價值觀裏面咧？不斷去營營役役，去尋覓，為住虛空朽壞嘅事情勞碌生活咧。其實我哋有得揀嘅。我哋即使幾咁忙碌，我哋即使幾咁想去放空、去休息嘅時候，我哋可以揀先用上帝嘅話語，先去祈禱，去弟兄姊妹之間彼此去扶託、去聆聽、去支持，成為我哋嘅同行屬靈嘅幫助滿足，先於其他嘅地上嘅 YouTube 或者係影片嘅滿足，呢個先係合乎神嘅心意。呢個第一，今世風俗影響住我哋離棄上帝，呢個係第一方面。第二，空中掌權者嘅首領係指邪惡嘅靈界。雖然我哋冇法睇到罪惡嘅黑暗權勢啦，即係好似有啲講法，唔知有啲眼睇到啦，但係冇㗎啦，而家冇㗎啦，即係嗰啲可能係一啲手段嚟嘅啫。但係咧，而事實上啦，惡者咧持續係透過各種途徑喺人嘅生命咧做出偷竊、殺害、毀壞嘅工作嘅，係咪？係啊，大家都知道啦，正話可能影片啦，或者甚至乎好多各式各樣嘅嘢，帶我哋咧離棄上帝，驅使人咧去違反聖經真理，離棄神。但係咧，我哋中國人啲俗語咧，我覺得好好嘅，就係講咧近朱者赤嚇嘅。近墨者黑，咁我哋近邊個咧？我成日都會覺得我哋嘅生命咧就好似咧嗰條扯大纜咁樣，呢邊咧就係上帝要我哋貼近聖經嘅。但係咧，當我哋要貼近上帝嘅美善嘅時候咧，鬧者就會好唔咩啊？好唔中意啦嘛，好唔高興。跟住咧，鬧者就會透過唔同嘅影片啊、其他嘢咧拉我哋嘅。好似萬世戰爭咁樣拉，嚟呢邊啦，都係唔好離棄上帝啦。咁我哋扯嚟扯去，但係我哋可以揀㗎。當我哋去選擇貼近慈愛上帝嘅時候咧，依靠真理嘅聖靈，生命咧就會可以去操練，去結出加拉太書5章23節嗰度所講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嘅屬靈果子啊！係我哋睇唔見鬧惡者點樣去影響住我哋。但係當我哋生活咧喺一啲灰色地帶嘅時候咧，覺得有啲問題喎，未必合乎神嘅心意喎。問下牧者先，或者攞本聖經睇下先，咁就知道原來可能係仇敵透過嗰個渠道帶我離開上帝。呢個第二方面。接住第三方面啦，係講到肉體同埋心中所喜好的。即係簡單啲講，人嘅私慾發動，自我中心就會逐漸放大。即係我中意點就點，我要話事，不斷咧去諗自己嘅所想所要，繼而咧就衍生各種敗壞自己屬靈生命嘅行為。啲小朋友都係咁噶嘛，我要食雪糕，你唔阿爸阿媽你唔俾我食雪糕，你就係唔愛我，係咪？小朋友係咁噶嘛，類似啦，又或者。在座我哋咧，主日崇拜前一晚之前，即係上個月就好大嘅挑戰啦，係咪？今晚唔知邊隊對邊隊嘅世界盃喎，等我睇埋先，聽朝起到身㗎啦。而事實上我唔知大家係因為世界盃，係因為溫布頓網球或者睇片，各樣嘅嘢就發覺。第二朝，遲咗喎，講唔切啦，唔緊要喎，教會有網上直播睇翻 YouTube，得㗎啦，冇問題㗎啦，係可以嘅。不過上主創造呢啲嘅科技俾我哋去方便咧，唔係俾我哋喺屋企躲懶嘅，係為住咧一啲未辦法
未必合適翻到嚟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參與崇拜嘅啫。即使喺網上嗰度崇拜咧，但係唔好忽略我哋實體嘅崇拜嘅好處係完咗崇拜之後，可以一齊嘅祈禱、一齊嘅慰問、一齊嘅鼓勵，呢個都好重要㗎。而總括嚟講咧，當人同時咧受到今世嘅風俗、空中掌權者嘅手令、肉體同埋心中所喜好嘅呢三股勢力去攻擊嘅時候咧，軟弱嘅我哋咧，實在無能為力去招架，繼而咧就會違背啦，甚至抗拒聖經真理，令到咧創造我哋嘅天父去悲傷。唔單止咁喎，第三節咧亦都提到，若然咧人咧屈服喺呢三股勢力嘅時候咧，同上帝處於冇關係嘅狀態啦，我哋對上帝不瞅不睬啦，係點樣形容㗎？係講可怒之子喎。原來咧，當我哋個生命死喺過犯罪惡之中，亦都甘願俾嗰啲今世嘅風俗、空中掌權者嘅手令、肉體同心中所喜好嘅去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聖經形容我哋係可怒之子喎。難怪第一節描述人得救前嘅生命咧係屬於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啦。講到呢度咧。相信咧有人會認為自己依規守法，間唔中咧做下善事，捐下血啦，捐下錢啦，去唔同嘅地方做下義工啦。我個人嘅品德都好好啊，我都係一個好老公，我都係一個好老豆嚟㗎。可以話咧係好事做盡，應該咧都不至於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啦。更加接受唔到咧自己係可怒之子咁極端嘅呢種講法啦。簡單舉個例子啊，我見在座咧大家都應該都有為人父母㗎啦，係咪？若然在座父母嘅，你喺街邊突然間見到自己嘅親生仔女，見到佢咧向一個陌生男士或者女士咧嗌佢一唔識嘅，嗌佢做爸爸，嗌佢做媽媽，你會點啊？傻咗啦！甚至乎咧，可能佢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咁嬲，即係佢講得好啲啦，縮咗啦，嬲係理所當然嘅事啦，係咪？你個衰仔，你個衰女竟然係一個認賊為父啦，叫做。而同樣道理，基督徒若然相信又或者接受，當我哋相信接受唯有耶和華神係獨一嘅造物主嘅時候咧，作為受造物之一嘅我哋。如果咧就走向啲石頭向啲唔同嘅嘢去拜嘅時候咧，忌邪嘅上帝咧係唔會接受人認賊作父嘅，更會悲傷難過，係咪？佢比我哋會更加悲傷啦。而以上啦，了解咗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咧，係指人離棄上帝；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咧，係指人同上帝冇關係，處於咧屬靈死亡嘅狀態。第二至到第三節就指人處於自以為是嘅狀態生活，擺脫又抗拒上帝，生命只會日復日、年復年，泥足深陷咧而不能自拔，淪落喺一個無望又無助嘅漆黑罪惡裏面生活。讓我哋知道咧，原來咧人離棄上帝，人嘅生命同上帝冇關係，係幾咁可怕嘅咧？以上咧花咗咁多時間去探討死，讓我哋知道死幾咁可怕時候咧，慶幸咧第一節咧仲有下半㗎，未完下一節，他叫你們活過來。呢處所指嘅他咧係基督為人提供活過來嘅生命，而基督稱號嘅意思係救主。以下就透過4至6節了解人得救嘅原因。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人嘅生命獲得救贖，係基於上帝豐富嘅憐憫與大愛嘅作為。緊接嘅第5節就提到啦，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活過來，係咪有啲熟啊？第5節係咪有啲熟啊？第5節係要重複緊第1節嘅觀念㗎。大家望一望個 PowerPoint 得㗎啦。係咪好似啊？
除咗即係我特登用啲紅色啊綠色去 highlight 咗出嚟之後，係咪類近啊？呢兩節經文嘅上半同樣係指人死在過犯中嘅狀況，緊接下半節同樣帶出他叫你們活過來，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啊，其實唔單止咁㗎，接住第六節同樣描述，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呢三節經文三次強調，人唯有藉住基督耶穌，生命至可以出死入生，並且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各位弟兄姊妹，原來咧，我哋獲得如此浩大嘅救贖恩典咧，全靠耶穌基督救贖嘅恩典。而接住啦，再睇第7節係提到咧，上帝拯救人嘅目標。啊，原來咧，上帝拯救我哋咧，唔係讓我哋自肥嘅喎，唔係俾我哋一啲靚衫啊、金冠冕咁樣去 show off，你睇下幾好喎。原來上帝拯救我哋，讓我哋出死入生咧，係有個目標嘅喎。邀請大家讀一讀啊，1、2、3。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我哋嘅生命唯有依靠耶穌基督嘅恩典，至可以出死入生。所以我哋係責無旁貸，將神極豐富嘅恩典顯明俾後來嘅世代看。即係咧，要主動積極為主作見證啊！要領受救贖嘅恩典，讓自己生命出死入生嘅時候，要為主作見證啊！例如即係一啲唔好嘅嘢啦，我哋每一個人信主前都有啲唔好嘅嘢啦。當改變完之後，就可以同啲親友講：你睇下我唔同咗啦。嗰種唔同唔係單憑口講，係用我哋言語行為去顯明上帝俾我哋嘅出死入生嘅恩典係幾咁美好嘅咧。而緊接嘅第8至9節啦，就係咧，人再一次提醒人嘅得救咧係源於基督嘅。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人可以得救唔係出於自己，係啦，好明顯啦。嗱，我哋要留意一下喎。以上呢度所提全部得救啊，唔係出於自己啊，神所賜啊，唔係行為啊，呢一類嘢。以上第5節咪已經提過咯，係咪啊？得救係本乎恩嘅道理。而家第8節再一次去強調，人嘅生命可以出死入生咧，係基於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其實咧，唔單止第5、第8節提到神嘅恩嘅，第7節同樣提到神嘅恩嘅。我哋邀請大家度數算一下神嘅恩典啦，1、2、3。你們得救是本乎恩，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你們得救是本乎恩。第5節指人嘅得救係神所賜嘅恩。第7節係指人要將神嘅豐富嘅恩典，耶穌基督所施嘅恩慈顯明俾後來嘅世代看，為主作見證。第8節係指人嘅得救本乎上帝嘅恩，4次強調人嘅生命能夠出死入生，領受救贖，源自上帝浩大嘅恩典所賜予嘅。我哋每一個嘅生命可以出死入生，源自上帝浩大嘅恩典所賜予嘅。弟兄姊妹，我哋藉住耶穌基督領受救贖恩典，呢份無法衡量嘅浩大恩典、浩大嘅禮物，只需要咧單純咁樣打開自己嘅心去領受就可以㗎啦。而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領受呢份救贖嘅恩典，都會咧想回應神嘅，係咪？我就會稱之為以愛還愛啦。上帝我咁衰，上帝你都愛我，咁我為咗回饋上帝，就用我嘅生命改變回饋翻上帝啦。唔係用錢，唔係用侍奉，錢侍奉嗰啲都係回饋上帝。不過
我哋各樣嘅參與、我哋嘅奉獻、我哋嘅侍奉，只係作為對神愛嘅回應，並唔可以賺取救贖嘅恩典。接住啦，2章10節就提到，人得救後要行出上帝嘅善，係要咧記得係活出上帝認為嘅善。邀請大家讀1、2、3。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上帝本於憐愛同埋佢嘅慈愛，向本來無助、無望又無助嘅罪人，包括我哋啦，施予救贖嘅恩典。個目標係咧，為要叫我們行善。可見咧，人被耶穌基督揀選成為基督徒咧，源自神無盡嘅恩典。當我哋咧白白領受救贖恩典，向神表示感謝嘅時候咧，就要以恩慈、愛心、温柔嘅態度，亦都咧去幫助我哋嘅親朋好友嘅生命咧，都可以經歷出死入生。我哋自己經歷咗被上帝出死入生嘅經歷。而同樣我哋咁樣領受恩典嘅時候，就幫助我哋嘅親友嘅生命可以經歷出死入生。回顧以上嘅信息，人得救前嘅生命狀態咧，係處於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在神睇嚟咧係屬於可怒之子。慶幸咧，父神喺2000多年前咧差派耶穌基督，使我同你嘅生命咧經歷出死入生，獲得永恆嘅救贖恩典。而我哋藉住主耶穌獲得永恆嘅救贖，要將自己嘅生命，要將自己更新咗個生命，顯明俾後來嘅世代睇，即係為主作見證啦，見證復活基督嘅大能喺自己生命裏面去彰顯。弟兄姊妹啊，講到呢度咧，即係話我們要出死入生啊嘛，咁冇理由淨係話大家出死入你們出死入生噶嘛，我都要出死入生噶嘛。所以咧，我簡單同大家分享一啲出死入生嘅經歷。我大概20多年前啦，嗰時未信耶穌，咁咧就好空洞咁樣啦，即係周圍玩啊，即係猶如一個邊緣青年啦。當我唔知點樣算嘅時候，當年咧就為咗去追求一位嘅教會姊妹，佢叫我翻教會，我梗係翻啦，我要追求你嘛，係咪？咁當翻到教會嘅第一場崇拜咧，就呢度冇啊，當時我有啊，就瞓緊覺嘅。你咪講咯，我咪瞓咯，關我咩事啫？我要追個女仔啫嘛，係咪？好普遍啦。咁點不知嗰時台上嘅講員就話：心靈嘅空虛如何填補咧？哇！原來咧，我喺當時喺社會打滾咗20多年嘅時候咧，不斷去做咗啲唔好，做咗好多唔好嘅嘢啦，係因為源於心靈嘅空虛。咁自此就因為講完一句説話，甦醒咗我嘅心。開始返教會，開始去讀聖經，開始咧喺同教會嘅弟兄姊妹咧有一啲佢哋陪伴我嘅時候，當我去認真追求耶穌嘅時候咧，哇！我無不勝的，即係讀書讀得好少。我冇諗過咧，即係我哋應該有嗰本黑色皮、紅色邊嗰本聖經咧。我自己喺屋企讀嗰本聖經咧，我嗰陣時唔知咩事啊，點解睇字睇得咁開心嘅咧？我唔中意讀書嘅喎，我即係以前總之係唔係好識字咁樣啦。點解讀呢本咁悶嘅聖經？點解會讀得咁開心嘅咧？之後我問翻啲牧長先知道，原來咧讀聖經讀到被聖靈充滿。感謝主，讓我知道咧，唔單止讀聖經讀得開心，讓我知道我信耶穌前嗰啲嘅壞事係得罪上帝，係傷害人。咁我就上帝真係對唔住啊！原來我做咗咁多唔好嘅嘢，咁點算啊？咁咪認罪，咁咪悔改咯。咁我就諗住，搞掂咗啦，上帝赦免咗啦，係咪？點不知最重要就係我同父母同我啲兄弟姊妹關係唔好嘛，咁我都要逐步同佢哋修復㗎，同我嘅父母去修復翻我啲忤逆之子嘅關係。當佢翻到教會大概1年多嘅時候，咁我就決定受浸。我冇諗過。當時我受浸嘅時候，我邀請咗20幾位嘅親友一齊出席我水禮，佢哋都話：哇！上帝改變咗你好多，我話感謝主。
佢哋即係我嘅家人可以去見證住呢個出死入生嘅小子，去將呢個極豐富嘅恩典顯明俾後來嘅世代學。呢個係上帝嘅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啊，當今日咧就講到呢段經文就講我們出死入生嘅目標，個標題係講咩？我們唔係自己出死入生嘅目標就處理咗㗎，唔係我同上帝搞掂咗，唔係喺網上到敬拜就 OK。呢個係一方面，但係更重要就係弟兄姊妹之間嗰種嘅唔同，其實可以彼此豐富嘅。我哋有唔同嘅性格，有唔同嘅背景，手一不慎嘅時候咧，就會相咬相吞。但係當我哋願意快快嘅聽，慢慢嘅説，甚至乎唔動腦嘅時候，可以上帝係希望用得着我哋大家嘅彼此不同，去互相豐富、互相彰顯上帝嘅美好嘅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鼓勵你先喺咧自己嘅家庭，喺自己嘅職場，喺自己嘅學校，生命嘅言行舉止咧，讓人喺你嘅言行舉止當中睇到上帝極豐富嘅恩典。可能我以前係有㗎，記住信耶穌前係講啲咩咧？即係嗰啲好普遍㗎啦嘛，人哋一打電話嚟就問候嗰啲信耶穌前有逐步去改變嘅時候，口出恩言啊嘛，係咪？係啊，嗰啲咒詛嘅唔好講啦。咁咧，去改變嘅時候，喺我哋生活每一個場景去改變，顯出上帝極豐富恩典嘅時候咧，去吸引人。咦，你唔同咗喎？呢個點解嘅？信耶穌咯，返教會咯。跟住我正話講完，過咗一段時間，我其中一個親戚真係走嚟我教會，我話揾我做咩啊？我都想信耶穌，我都想返教會。跟住我爸爸喺病床嘅時候都床邊受水禮，跟住我媽媽都去信耶穌，跟住去喺埋我媽咪都喺我母嗰度受浸。呢個就係神極大嘅豐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若果我哋希望我哋嘅親友信耶穌嘅時候，唔好淨係話請阿劉傳道傳福音，我哋自己要改變，我哋嘅生命去改變嘅時候，我哋嘅父母親、我哋嘅親友會睇到改變嘅時候，去吸引佢哋啊，原來信耶穌係咁好嘅喎。又或許可能當中有啲弟兄姊妹咧，嘅父母未信耶穌，可能有啲子女喺屋企食飯咧就會俾父母鬧喎，唔知有冇啊？我聽過啲基督徒即係僆仔就話阿爸媽鬧佢嚇，你做乜感謝上帝俾你飯食啊？我養你㗎嘛，有冇搞錯啊？咁佢就好沮喪啦。跟住我就即係坐喺度諗，咁我就嗱，下次如果你再遇到呢啲事情咧，你同你阿爸媽講。我感謝上帝俾我有健康嘅父母去養活我，俾我有飯食，咁咪兩樣都得咯。咁點解你要返教會啊？唔係我教你嘅咩？就係因為我唔識得孝順父母，我唔識得點樣做一個好嘅仔女，我要返教會跟隨耶穌做一個好嘅子女嘛。咁咪得咯，唔使對着幹㗎，就係因為我唔識啊嘛，就係因為我感謝上帝俾我父母有健康去賺錢養活我啊嘛。咁咪一路去改變咯。呢啲智慧係有唔同嘅先言，或者我自己撞咗好多棒而嚟㗎啦。咁所以啦，即係講翻就係話，弟兄姊妹鼓勵你喺生活嘅唔同嘅場景裏面嘅言行舉止，去改變，顯出上帝極豐富嘅恩典，帶領我哋身邊嘅親友咧去嘅生命可以出死入生。記得喎，呢一方面咧，只係屬於個人同神結連嘅一部分。基督十字架，即係我哋同神連結係咁樣噶嘛，打直噶嘛，大家應該聽過。而另一方面啦，上帝喺我同你嘅生命咧，成就奇妙嘅作為咧，既然上帝睇重你，咁上帝睇唔睇重你啊？上帝每一個都睇重喎，唔可能。我哋要小心有個狀況就係上帝睇重我，跟住就忽略其他人。上帝唔係咁樣㗎。上帝每一個人都係睇重嘅。既然咧，神係睇重你，神係睇重我，神係睇重堅中堂嘅話咧，而今日所讀嘅經文嘅下理接住咧係點樣講㗎？咦，我讀錯咗啲，讀一讀啊！1、2、3，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即係講緊咧，今日個講話個題目係我們基督徒出死入生啊，係一齊救㗎，唔係救咗你一個就可以一個孤島㗎，係一齊㗎。既然咧，原來我哋今日喺建宗堂裏面一齊敬拜、一齊禱告、一齊領受神嘅信息嘅時候咧，我哋要去差傳教會，我哋要去付出教會，我哋先要有個和睦啊嘛，係咪啊？我哋先有個和睦，我哋先要和諧，先要和而不同，先可以咧去做到差傳㗎嘛。嚟到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大家飲過奶茶啦，係咪？奶茶係點㗎？要有茶啦，茶倒落嚟啦，啲奶㗎嘛，個份量每一個唔同啦。總之咧係要有裏面你溝埋先係一杯好飲嘅奶茶嚟㗎嘛。即係好多嘢都要 cross over 㗎嘛，咁可能就會覺得唔係喎，奶茶咁樣就係得嗰種味啫嘛，咁所以係要加啲咩？加啲糖啊嘛，加啲糖先有甜啊嘛。所以同樣道理，可能我哋喺呢度弟兄姊妹之間都好似一杯奶茶咁樣，可能你係呢邊係茶，呢邊係奶，溝埋一齊時候，要有上主嘅愛，就好似嗰啲糖撈埋一齊，先係一杯好飲嘅奶茶嚟㗎嘛，係咪？所以就係話我哋要實踐一個差傳教會，我哋要活出喜樂嘅教會，我哋弟兄姊妹之間先要有合一。即係咧，正話咪提過啦，我哋同上帝嘅關係係一個打折嘅層面啊嘛，係咪？我哋自己做咗唔好嘅嘢，可以同上帝去認罪悔改，呢個係十字架嘅一部分。打橫個部分就係標示住我哋弟兄姊妹之間嗰種嘅聯繫、嗰種嘅相愛、嗰種嘅接納，先可以以一個十字架成全嘅救贖恩典。唔可能淨係得一部分，如果得上帝嘅結連就唔係十字架啦。如果淨係打橫嗰部分，冇咗打折同個人同上帝嗰部分，咁呢個亦都成全唔到十字架，甚至乎同街眾同婦聯冇分別㗎，係咪？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去差傳，我哋要活出喜樂嘅生命，我哋先要和睦，彼此相愛。我相信在座各位咧都已經個人嘅生命同神聯繫咗，個人嘅生命咧已經係出死入生，但係咧我哋更加重要就係神用得着，神睇重你，神更加睇重你哋每一個，神亦都睇重建宗堂喺度為佢作美好嘅見證。所以弟兄姊妹啊，正話咧敬拜當中咧，姊妹就提到加拉太書，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邀請大家以下有1分鐘嘅時間安靜喺主嘅面前。大約1分鐘之後，我帶領大家做個結束嘅祈禱。我哋同心禱告，神啊，多謝你透過咧你自己嘅寶貴話語提醒住我哋，原來咧我哋同神你冇關係，我哋離棄神你嘅時候咧，我哋咧係可怒之子，我哋係活地之子，但係天父，我哋感謝你，早於2000多年前咧差派你愛子基督耶穌成為我哋嘅永恆嘅救贖。我哋獻上衷心感謝讚美，亦都咧神啊，你憐憫我哋，知道我哋嘅軟弱，好容易咧就被今世嘅風俗去影響住我哋。但係咧，你顧念我哋嘅需要，差派聖靈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裏面咧
去明白你嘅話語，活出你嘅話語，求聖靈堅固我哋嘅心，常常咧以神你嘅話語，以神你嘅角度嘅事為念，幫助我哋持續咧，幫助我哋進入每一個人嘅生命，持續咧去出死入生，使我哋嘅生命喺基督裏面嘅改變咧，顯明俾我哋嘅親友睇，係有神與我哋嘅同在。垂聽我哋同心禱告，奉基督耶穌名字。阿門。交時間俾主席。多謝嚟傳道嘅分享，我哋咧弟兄姊妹都係喺神裏邊得着呢個嘅生命，因着耶穌基督嘅十字架，我哋咧即係喺呢個嘅世界裏邊有好多嘅衝擊，但係我哋能夠去依靠神，去到勝過，依靠神嘅恩典，讓我哋咧去到回應神呢個嘅愛，用我哋嘅生命去到再次獻過俾佢。俗世的衝擊，每天將我迷惑，從世俗裏面偷取信徒心，玷污那屬你恩養子女，幻望世界已被那慾念擴張。以心相連為繫，神要在這地興起信向心，收取那屬你天國莊稼，來吧背上十架燃燒我心，就讓我這一生為基督願擺上，來成就你服務心意使命。面對煙火澆天使我跨城，對我心必污，從而傾瀉生命債。就讓我這一生為主不捨亦不棄，情願讓你讓愛鋪上盼望，如眾生得見主永恆真愛，以你作依歸，全然將身心奉獻。請大家起立，讓我哋用詩歌去到回應神嘅愛。俗世的衝擊，每天將我迷惑，從世俗裏偷取信徒心，玷污那屬你恩養子女，幻望世界已被那慾念擴張，深深真認識，以心相連為繫。
受上帝嘅賜福。求主幫助我哋喺基督裏邊，我哋已經出死入生，還願聖靈燃燒我哋嘅生命，喺世上、喺家庭、喺學校、喺我哋職場上為主作見證。我哋不但與神和好，我哋能夠成為和平之子，與人和好。願聖靈加添我哋力量，願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加力，常與我哋眾弟兄姊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弟兄姊妹請坐。咁我哋好快咧，我哋有一啲嘅報告啦。咁我哋知道咧，一息間牛奶同埋我哋3位嘅 SMT 嘅弟兄啦就會喺香港接受一個為期5天嘅培訓即係求主使用佢哋係啦，熬練佢哋成為基督嘅精兵即係喺個神嘅恩典裏邊啦，仲有澳門嘅其他嘅弟兄姊妹、香港嘅弟兄姊妹參加喺香港 OM 嘅一個訓練營青少年訓練營。咁我哋為佢哋祈禱啦。咁我哋喺呢度再次感謝神帶領基督教豪光堂嘅雷傳道啦，雷建雄傳道嚟到我哋中間嚟證道，我哋多謝佢，謝神求主繼續嘅大大祝福豪光堂同埋雷傳道。我哋都歡迎我哋喺我哋中間嘅新朋友，有一位係啦喺廣州嚟嘅袁弟兄嘅，係啦係啦廣州嚟到實習完要繼續去翻廣州，係啦嚇親佢係啦。咁我哋快啲報告，快啲祈禱係啦。咁一陣9月即係8月9至14號啦，領袖訓練營啦、宣教營啦，佢哋而家準備出發啦。跟住8月14到16號咧，我哋都有澳門嘅少年宣教營我哋求主使用我哋都幫助我哋嘅年青人喺神嘅裏面嘅成長。咁喺聽日8月10到14號啦，我哋有香港信義會天耀生命堂嘅短宣隊啦，18人嚟澳門服侍。探訪老人院啦、街報啦、音樂嘉年華就係我哋星期3，我哋一陣有張單張，大家都可以攞幾張去邀請我哋嘅朋友老朋友年輕人嚟星期3晏晝嘅有冇下一張？冇佢個冇有啦。咁咧就係8月12號係啦，有個係啦音樂嘉年華佢哋會喺我哋門口一面彈讚美邀請朋友街坊嚟到我哋有3檔嘅一個嘅遊戲啦亦都有做一啲嘅相框啦，做一啲嘅藝術品花佢好靚嘅邀請弟兄姊妹都邀請朋友翻嚟鼓勵弟兄姊妹1點半到3點半，但係應該延到4點㗎為呢幾日嘅佢哋嘅服侍嚟到禱告。8月13號啦。我哋有 SMT 嘅回顧分享當日咧都有短宣隊嚟服侍，但係我哋同樣嘅有 SMT 呢個月嘅咁快有1個月7月中到8月16號佢哋就即係圓滿結束跟住呢個嘅23號咧主日咧就有呢個嘅回顧分享為佢哋祈禱過去簡短講啦，我哋去咗小欖探訪啦，感恩今次咧有2個家庭嘅長者都決志信耶穌即係另外其中一個就係阿堅姊妹嘅爸爸。前一段時間我哋去探訪嘅時候，佢個仔就決志。今次咧，我話你個仔都決咗志喎，即係阿堅咧係個女嚟嘅即係澳門嚟做嘢嘅。跟住佢話你個仔上次我嚟探訪決咗志喎，咩？決咗志我哋就邀請啦，咁我就邀請佢啦咁佢話好啦，我哋咁多年青人咁多隻眼望住佢。就係基於聖靈感動、人嘅熱情嘅望住佢就決志信耶穌啦咁我哋感謝主。下次咧我哋就期待啦，會拆偶像啦。今次咧即係幾個家庭嘅另外幾個家庭佢嘅仔女都信耶穌我哋咧都希望下次啦去拆偶像啦我哋弟兄姊妹一齊去潔淨，送個靚嘅十字架俾佢哋耶穌係真光，係基督係佢哋一家之主咁我哋都為小欖嘅呢個嘅福音嘅事工嚟禱告。跟住29號啦，我哋咧係周
6晚上嘅崇拜嚇，咁請弟兄姊妹留意啦。咁安排呢個時間係第5個禮拜嘅星期六嚇，我哋係崇拜嘅。咁星期日咧，我哋就會係同屋企人一齊作見證，帶爸爸媽媽去飲茶啦嚇。咁啊9月5號到20號係第2屆嘅爸爸學校，咁啊鼓勵呢度有冇爸爸嘅舉手？係啦，哇舉手啊！即係唔舉手嘅兩眼你眼望我眼啊！我哋鼓勵爸爸嚟報名，鼓勵媽媽，鼓勵爸爸嚟到報名啊！咁我哋一齊咧喺基督裏邊咧一齊學習成長啦。咁啊由呢個嘅啱啱做爸爸到80歲嘅爸爸都可以報名嘅啊！90歲星爺係幾多歲啊？有70幾歲都可以嚟讀呢個爸爸學校嘅嚇。曾經有見證啊，下次我叫阿基作見證，阿基讀咗我哋澳門第1屆啦。咁咧我哋咧有呢個嘅大陸嘅爸爸80歲爺爺信耶穌，佢係軍人嚟嘅。軍人係乜嘢啊？你聽我講，唔係我聽你講，所以屋企人冇人中意佢嘅啊。所以咧，但係佢做爸爸學校之後咧，哇！即係識得翻屋企同阿孫又抱抱，跟住同阿仔抱抱，即係話你發生咩事啊？爸爸咪發燒啊，病咗啊嚇！跟住咧，而家佢習慣啦，彼此嘅兩公婆80歲兩公婆都喺屋企喺孫啊仔女面前都擁抱嘅，哇！成個神嘅愛充滿佢哋一家嚇。咁我哋咧鼓勵爸爸一齊嚟到學習啦。咁香港有媽媽學校嘅，遲啲我哋有媽媽學校，所以姊妹們啊，唔好話即係口齒薄氣啊，都有你嘅份，都有你嘅份，都有份，好唔好？好，真係啦。OK， 跟住10月22到29啦，好緊要啦，我哋要快啲報名啦嚇。咁9月20號截止啦。咁我哋咧呢個喺台中嘅短宣有譚師母啦，同師帶領我哋嚇。咁我哋咧感恩啦，無論係我哋教會自己，我哋有津貼啦，每個人咧資助1,800蚊喎，小朋友資助1,600蚊喎。咁全職嘅學生咧都資助呢個嘅香港。呢個嘅聖約教會總堂嗰邊啦，全職學生係資助1,000蚊嘅，係啦。如果你可以快啲去大學嗰度報個名咧，咁個學生證可能1,000蚊都要全職啊。咁我哋一齊嘅去台灣嚟到傳揚福音啦，為主去作見證，出死入生嘅見證。阿門歡迎美國翻嚟嘅都可以報名喎。係就不過係啦，機票神為你預備啦嚇。好，咁我哋教會嘅 T 恤啦。公開嘅開放訂購，每件100蚊，全數咧會支持差傳事工嘅。咁上個禮拜短宣隊嚟到，見到我哋咁靚嘅呢個嘅 T 恤都嚟訂啦嚇，佢哋都訂咗唔知10件8件啦嚇。咁我哋都繼續開放訂。我哋知道咧，阿錦華屋企啦，淨係阿天明咧都訂咗9件啊，即係佢屋企又着，學校又着，翻嚟教會又着啊。總之呢件衫就係佢日日都着嘅衫啊，係啦。所以咧，我哋都一齊嘅一出去傳福音就着啦嚇。OK， 咁加時代禱啦，我哋為到係啦 SMT 啦、宣教營去禱告啦，求主加力量嚇。咁我哋都知道地點啦，白海豚而家就過咗去日本啦，進入咗呢個嘅我哋嘅浙江上海一帶啦，求主憐憫啊！呢個白海豚我哋上次嗰個嚟嗰個咧嘅 double 上次嗰個係咩嚟㗎？紅蝦係咪啊？係啊，倍增所以咧求主憐憫今次真係仲勁過上次咁求主幫助保護佢哋啦，好多醫護人員消防軍兵去拯救嘅時候，求主保護佢哋平安啦，亦都憐憫嗰啲死傷嘅家屬醫治嗰啲傷者咁我哋為身體軟弱嘅啦，有華仔啦，我哋去探訪佢啦，佢而家都係喺個醫院裏邊啦求主醫治佢嘅情緒各方面。喺珠海嘅醫院求主醫治佢，就黃太啦，身體啦，禮君啦，貴興啦咁我少少啫，我少少扭親啫，因為做運動嘅緣故即係做運動都要適可而止嘅唔會覺得冇乜嘢做多幾下，跟住就隻腳就傷咗啦咁我哋都感恩，我哋有健康一齊嘅服侍。咁我哋好快嘅，用5分鐘，我哋咧3個圍埋一齊咧，彼此嘅祈禱咁最後我會結束禱告。好，我哋同心嘅祈禱。慈悲仁愛天父，多謝你賜下恩典，讓我哋嘅年青人喺呢個暑假裏邊
不斷嘅學習成長。求主保守我哋牛奶啦，仲有3位 SMT 嘅弟兄天明呢個阿亨同埋景琪係啦，佢哋咧同埋澳門嘅弟兄姊妹去香港有呢個 OM 嘅培訓，求主與佢哋同在，賜佢哋力量有平安喺神嘅裏邊去成長。亦都求主大大嘅施恩憐憫，無論喺今次白海豚嘅呢個嘅颱風經過呢個嘅日本，亦都入到去浙江一帶，可能都會橫掃好多我哋中國嘅好多嘅地區，都好擔心嗰個好多水壩會潰爛。求主你憐憫當中嘅好多人民，俾有關嘅政府、人民都軍隊知道點樣去施行拯救、保護求主你施下恩典保護佢哋。不單係喺中國大地，只要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嘅，有啲地方好熱，亦都有地震災區。求主憐憫喺呢個末後日子，願上帝你嘅愛充滿我哋。讓我哋唔同國家都能夠彼此嘅幫助、彼此嘅拯救。知道好多嘅國家都自願嘅差派好多嘅拯救隊去拯救唔同嘅地方，願主都施恩憐憫加力量，仲有關物資都能夠好好嘅運送到災民身上。醫療產呢個藥物都能夠去到有關嘅傷者能夠用得着醫治佢哋。感謝神，要求主保守。明日開始嘅有香港嘅短宣隊嚟到我哋澳門，喺我哋教會一齊嘅服侍。願上帝你大大施恩憐憫。我哋要嚟到星期3，特別呢個嘅音樂嘉年華。願上帝你嘅福音藉著呢個嘅報導，能夠吸引更多人嚟到認識敬拜你。求主大大嘅使用，亦都繼續醫治我哋軟弱嘅肢體，無論係華仔、慧玲、黃太、麗君、貴興，我哋個人不同嘅需要。求主到醫治仲有洋洋嘅手求主到醫治佢。多謝神，你一一嘅與我哋同在，你讓我哋喺你裏邊能夠彼此相愛，一齊成長。我哋同心合意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係啦，頭先咧即係歡迎錯咗人應該係永林即係再而家係美國翻嚟你睇個書係交埋個女歡迎兩句佢好，我哋一同起身用呢個嘅咁樣嘅詩歌，願主嘅愛圍繞我哋。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一切，天天加給你，你樂一天圍繞你。祝福大家。